所以这就是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。过来，因也无有献1/10。咱讲这个情形，有时阵会亲像咱在献咱的金钱的时阵，有时阵若有人感觉讲啊，我这张钞票吼唔敢摕去买物件吼，煞摕来献互教会，小常的情形，总是真感谢上帝，咱的教会较无这款的情形来发生。伫马列基的时代，遐个圣殿的祭司也开始贫惰，因无有照着上帝的道理来教示这个百姓，甚至因也无有公义公平，因为有时阵因在做判断的时阵，因会偏心，然后伫圣殿的服侍也变做一种的形式，那定有外表总是无有内在对上帝的敬畏甲敬拜。伫迄个时阵，检采阁有遮个瘟疫，遮个抗旱，所以人民生活艰苦，过来社会的道德也真低。遮犹太人有时因会甲因原来的太太离婚，然后再阁去娶遮个外邦人的女子来做因的太太。有可能是为着较好的生活，因为遮个外邦人因的生活会较好势。所以伫遮咱看到因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所以因也无受到上帝的祝福。总是上帝有缘看顾因，所以伫马列基书内面会当读到上帝借着先知传达的启示。伫遐一方面来责备因无有遵守上帝的命令甲规定，佮预言上帝的日子得要来到。这个时阵就是上帝要来进行审判的工作。第二方面也伫遐在讲起上帝有缘无放散伊的百姓，佮应允伫伊所定着的日子要来施行拯救人民。而且咱爱注意一项代志，就是时间的问题。伫马列基书内面讲到真济这个时日要到，或者是上帝的日子，上帝大通行的日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咱知这就是所谓的末日，就是有上帝的审判。总是末日是什么时阵来到呢？过去咱也会听到一寡宗教团体或者是有的人伫遐预言讲啊，什么时阵、倒一年、倒一月、倒一日，就世界末日。所以真侪人就伫遐咧想办法啊，伫玻璃嘛有即款的代志。总是咱知最后有缘是无发生。那呢，什么时阵是末日要来咧？伫先知马拉基讲这个话了后，400年了后，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伊传道伊讲，天国君啊，恁着悔改。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伊就带来上帝国开始临到的消息。注意，这是上帝国开始临到，上帝国开始实现。总是上帝国还未全面完全的实现，因为那是上帝国全然实现的时，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过来的时阵，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新的天、新的地。上帝的审判全面要临到。啊，那呢？伫这个末日的进程，咱即马所住的这段时间叫做末世，就是一个将末的世代。咱伫遮咧听候末日真正来到。点彩有人嘛会讲，啊那呢？这个末世也太久太长了吧？因为对耶稣开始到现在已经经过2000多年啊！耶稣一直讲伊要来，启示录嘛好又讲主啊，请你紧来。但是2000年经过，主耶稣竟然也未来。确实，若是用咱做人有限的眼光来看，2000年是真久。
总是咱若是用上帝的无限永远来看，2000年毋是真久，因为圣经讲，主看1000年，亲像一日，一日亲像1000年。当然，主耶稣伊会过来。当然，咱所看到的是主耶稣来的时间延前着，总是咱嘛爱知，伊毋是延前，伊是伫遐在宽容咱，互遐个罪人也未信主的人，因有机会来悔改来信主。相时嘛提醒咱已经得到这个福音的时，咱爱把握这个机会，去对人来宣扬上帝的拯救。相时嘛提醒咱就爱警醒，因为咱毋知影主耶稣确实什么时阵会来，因为只有主上帝知影。总是当伊来的时，耶稣讲亲像贼，伫咱拢想袂到的时，伊就要来。煞接伫咱所看的圣经节17节才讲，我要疼惜因，亲像人疼惜迄个服侍伊的囝儿。而且咱爱注意疼惜这个字的意思，伫原文是一种带有行动的一种情绪的用语。疼惜有时阵伫圣经会翻译做可怜、顾惜、毋甘，或者是真意爱、非常的意爱。意思是讲，对伫一个物件或者是人一种真强烈的情绪。然后，佮愿意用实际的行动去解救这个对象所拄到的困难。这款情绪也是非常强烈到一种主动的情形，毋免听候对方来发出恳求，就愿意来去采取这个解救的行动。一个上明显的例，伫出埃及记第2章第6节，伫遐。咱知，这是讲到摩西，伊还阁是婴仔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法老规定讲，遮个以色列人，也就是希伯来人的囡仔，特别是查甫囡仔，袂当互因活咧。所以伊的老母甲伊藏伫厝里3个月了后，发现袂当阁藏啊，因为婴仔会哭会出声，所以就甲伊放伫一个芦苇所做的箱仔内面，互伊放水，要互流去，看是毋是有人会甲捡到，或者是其他会当有虾米款的机会。最后咱知就是这个法老的小妹，也就是公主去甲伊捡到。圣经安尼讲，当伊看到这个婴仔在哭的时，伊就可怜伊。伊就怜悯伊，而且咱知，这个公主明明知影讲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囡仔，伊嘛知影法老伊的命令是怎样，总是因为看到伊就可怜伊，就甲伊解救，所以伊就甲这个婴仔号名叫做摩西，给伊一个新的身份。伊就成做埃及人的王子。那么在大汉了后，上帝就使用伊，差派伊去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。咱看到这款对着人或者是物件，咱会疼惜、会怜悯，这款的情绪也常常伫咱的生活顶面来出现。亲像即马过来。过年要到，咱会摒扫。有时阵，咱咧摒扫的中间会去找到一寡真久的物件，放伫遐，其实未去用到。但是咱会因为这个物件，就想到什么人，或者是想到以前所过去的经验，咱就感觉真毋甘甲迄条，佮继续放落，然后一放，佮放几啊年。亲像阮兜就有一骹，阮阿嬷留落来迄款五斗柜吼，真大骹。用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可能是真好用，有时阵骹会去互踢到足疼的。但是就是毋甘甲迄条吼，有时阵是安尼。
咱对人嘛会安尼，有时阵咱会感觉一个人甲伊斗阵实在是真艰苦，甚至有时阵想要甲放落卖插伊，要离开伊，但是你佫会感觉真毋甘。咱人常常对物件对人有即款的情感，因为咱会孝敬，因为咱会孝保，伫咱做会到咱拢会想讲啊，才会佫继续留落，继续保留落。但是上帝竟然对人也有即款的情绪，这是感觉真特别，也互咱感觉真恶伫想象的代志。因为咱人事实上对上帝无有啥物款的贡献，伊会当无需要咱人类，甚至咱世间人常常惹上帝生气。咱人有啥物值得上帝来对重的咧？总是伊竟然疼惜咱，竟然怜悯咱，甚至要解救咱，要帮助咱。这真正是学得来理解。总是这也是上帝伊伟大的所在。检查有人嘛会问：上帝敢真正疼惜阮呢？上帝敢真正怜悯咱？今仔日若是上帝疼惜咱，是安怎？伫我的身上还佫有拄着遮尔多的困难？是安怎？这个世间又原有遮尔多的灾难的发生？确实，咱看咱所徛起的这个世界，逐所在拢有遮的天灾，有地动，有风台，有大水，有暴风雪，有海啸、出纳米。凊彩一发生，就夺走侪人的性命，佫定定在发生。除了天灾，佫有人祸，就是为人所发出来的这个灾难，有战争，有恐怖的攻击的事件，有饥荒，佫因为政府的关系，造成侪人伫遐的艰苦。虽然咱无有定定看见这个代志，当然咱会对新闻知影，所以咱知，这拢是伫同一个地球伫遐在发生的代志。但伫台湾这个报道，也是有侪的混乱、攻击、伤害。咱同一个新闻拢看到这个政治、这个社会事件，有时阵咱会感觉真着惊、真戆硬，总是有时阵到一个程度，咱嘛会真麻痹，因为看太多啊。这个我想咱伫新闻拢会看到，所以伫遮就无搁再讲起。有时阵咱也发现，甚至连咱家己都袂晓疼惜咱家己，甚至遐个伤害咱家己上深上重的，是遐个上亲近的人，咱上信任的人。那安尼有啥物人要来疼惜咱？今仔日的圣经才甲咱讲，就算伫这个黑暗混乱的末世，也有上帝疼惜咱。总是咱要怎样知影上帝在疼惜世间人呢？头一项，伊免除咱世间人所有的罪责。上帝的审判就是要甲咱算账，因为咱犯罪就是咱亏欠上帝的荣光，咱就是欠上帝的罪的债务，代价就是死亡，永远甲上帝隔离。总是上帝却予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，佮替咱来死，钉伫十字架顶。伊流出的宝血，洗清去咱过去、现在、佮以后可能发生的罪，将咱的罪的债务就安尼来负去，无准绳。这就是上帝拯救的计划，伊用安尼来表明伊疼惜咱，互咱甲伊恢复好的关系。第二项，佮互咱甲伊的关系进一步，因为互咱诚侪伊的囝子。咱伫顶礼拜有庆祝圣诞节，
有儿子耶稣基督做咱的救赎，伫咱的生命中间。照着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，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，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子，这是上帝的应允。既然咱是上帝的子，伊当然就要疼惜咱。我想咱若是有做父母的经验，咱搁较疼，嘛是疼惜大声疼惜咱的子。今仔日咱既然是上帝的子，伊就要疼惜咱。第三项，伊亲身甲咱三甲伫地。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拢会用一句话来祝福、来勉励，讲以马内利。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出世，上帝道成肉身伫咱的中间，就应验旧约的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实现上帝甲咱同在的应允。希望耶稣后来就受钉死，总是上帝予伊搁活上天。咱无法度单伫用咱的肉体来看到伊，总是主有差派圣神保惠师踮伫咱的内面，引带咱帮助咱。上帝用伊的神踮伫咱，用一种奇妙特别的方式，继续甲咱来三甲伫地。所以今仔日虽然咱所踮的这个世界，这个环境是这么可怕，咱犹原要坚守咱的信仰，咱持守上帝话语，继续保持咱信仰的热情，佮尽咱的气力会当去帮助别人，咱就当发挥好的影响力，就亲像光要照伫黑暗，要互人得到温暖，佮支持遐个已经活伫绝望、伫困境的人来得到希望。有一块影片叫做《悲惨世界》，这出非常值得咱会当来去看。可能有的人会因为伊的这个名称悲惨世界，可能是毋是真可怜愈看心情愈无好，总是这个故事毋是安尼。意思是讲，虽然是伫黑暗、伫真无希望的世代的中间，伫这个世界有缘有人性的光，在互人得到照顾、得到温暖。这个主角是一个对家乐，然后假死先互人放出来的一个犯人。当伊走投无路的时阵，伊互一个主角来感化，重新做人。伊就改换伊的身份，成做一个工厂的头家，搁一个城市的市长。有一遍，伊为着要帮助别人，却暴露伊盗犯的身份，然后伊就开始互一个警官来找，来去甲抓，要甲伊搁抓回去。总是伫遐，伊有缘在尽力在帮助一位进前伫伊工厂工作的一个女工，伊所留落来的一个查某囝，然后伊佫开一笔钱，对这个旅馆、这个乌心的这个夫妇头家伫遐甲赎回回来，互这个查某囡仔毋免佫过迄个真可怜的生活。所以伊就将伊当作家己的查某囝来请养伊大汉。咱知影伫即个背景19世纪迄个时阵的法国是非常动乱的时代，伊有缘尽伊的气力在帮助遐个善车人，然后也为着即个查某囡仔，伊迄阵去恋爱着一个青年，总是即个青年加入即个革命军的这个阵营的内面，所以这个主角伊就冒着危险，要去救出这个受伤的青年人，然后佮甲照顾，互伊的身躯恢复了后，为着这对少年人来举行一个真大的一个婚礼。这个时阵也是伊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阵。
最后伊才对伫即个查某囝来讲出伊的人生的经历，讲着伊安怎熟悉伊的老母，伊的老母怎样疼伊，怎样伫遐思思念念即个查某囝。最后伫一幕有一句歌词安尼讲：疼别人就是去见着上帝的面。今仔日若是一个有做人的确真着惊去见上帝，因为上帝的审判总是今仔日若是咱咧做拢被洗清去，咱阁有上帝对咱的疼惜，咱的心也有对人的疼，咱的确是欢喜来去见着上帝的面才是。最后咱既然知上帝会疼惜咱，今仔日咱嘛应该成做一个达得上帝疼惜的人，就是得人疼的一个囝子。上简单上直接的方法就是听上帝的话，去知伊的心意。伫今仔日咱的圣经节16节伫遮安尼讲，迄时敬畏耶和华的人三甲讲，耶和华耳耳空在听，阁有纪念的册写伫伊的面前，是为着敬畏耶和华、孝念伊的名的人。咱会当来想象，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，就是一地面上有咱，拢是上帝所疼惜的人，咱真认真欢喜要领受上帝的话，咱伫遐在谈论，伫遐在分享，伫遐在讲起上帝的话怎样来帮助咱、改变咱。然后伫天顶也有上帝伫遐耳耳空咧听，咱常常咧祈祷讲上帝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事实上，咱毋免开喙，家己上帝求什么的时阵，当咱在谈论上帝的话时，上帝真主动就耳耳空咧听。搁来伫伊的头前也有一个生命册，顶面有记伫咱的名，上帝就看着讲这是倒一位我的囝儿，伊伫遐咧孝念我、敬畏我，为着我的话伫遐彼此咧谈论。这就是咱得到上帝听、上直接、上好的方式。明年咱就要进入2014年。今年2013年，有时阵咱会听到人讲2013爱你一生，明年爱你一世。所以伫今年有侪人结婚，伫今仔日就2对要结婚，希望会当爱你一生，煞接爱你一世。对伫咱若是用信仰的眼光来看，咱要对上帝嘛会当安尼讲。爱你一生，爱你一世。今仔日咱已经徛伫2013年甲2014年的中间的时阵，咱要有啥物款的愿望呢？伫遮要建议咱会当将咱的读经表，咱会当来放伫咱的计划的内面。咱伫明年，咱会当用这个新的一轮的读经表咱是对新约开始。咱拄好，明年将这个新约要甲读好了，所以咱用安尼来表示咱对上帝的疼。也建议咱会当参加教会的读经班，或者是咱伫教会咱会当找到读圣经的同伴，或者是最近来陪读来读经。希望咱伫教会、伫团体、伫小组、伫家庭读经会当诚侪咱的运动。咱若见面，咱就会当问讲：你今仔日敢有读圣经？你今仔日读圣经的感动是啥物？也望因为安尼，互咱信心得到操练，互咱信仰更较进步。咱伫牧师团也有一个真特别的做法，就是咱教会有这个传播影音同工，然后伊会替咱的牧师来翕这个来录影来做一个节目，也就是配合咱的这个读经表，每一日拢有一个短短的影片，牧师会伫遐
来甲咱分享讲，伫今仔日咱读圣经的内容内面有啥物款的信息要甲咱来分享。咱会当咱若是这段时间咱经过教会一楼，检查会看到伫迄个大的电视顶面牧师咧分享圣诞节的信息。到伫明年可能你看到的就是牧师咧讲今仔日读经的信息的内容。咱嘛会当进入咱的教会的网站内面去遐来点来看，伫咱的厝内，咱就会当感受到牧师在陪咱读圣经，牧师在甲咱分享今仔日上帝的话，也毋望上帝的话通过咱每一日读圣经对咱讲话，互咱会当确信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因为咱拢是伊的囝儿，伊的宝贝，伊疼惜咱，咱同齐来祈祷。是阮疼痛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除去阮所有的罪过，你也互阮诚侪你的囝儿，你通过圣神踮伫阮的内面，助你甲阮三甲伫地。主，阮感谢你这款的恩典，互阮知主你真正疼惜阮。主你也帮助阮，互阮通过今仔日的信息，搁一遍得到提醒。阮也着将对你来的恩典疼痛，甲人来分享。阮也着伫阮的生活顶面，阮通过你的话语，阮持守伊，阮会当来遵守伊，阮会当诚侪，阮每一日向前的气力，互阮面对新的挑战的时阵，互阮会当知主你看顾阮，主你也要使用阮，互阮诚侪阮周围的人的帮助，将对你来听甲因来分享。主，阮将这的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来继续引带对2013年进入伫2014年的时，阮也要领受对你来搁较大的丰盛的恩典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们。咱即马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听。圣诗第312首，出自落雨是主所定，请会众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主所定，人行拢是回无欠耶，有无欢喜乐福利，有一日分坚固心地，做工作。你所注定，你被愿力记得正，有好的囝，良的爸面，想起来也所听父亲。你要互我有好的心，领你经历真理那亲，来经过虽然无定，
一日正，生命我在是你所赐，福享平安，生命了我的心。我心无平，我的心我拢无凭，你要原地一日正。阿门。请坐。